为了杀科学教育，嘉义大学连续7档配合嘉义县政府办全民科学季的活动，这边计共有17个乡镇、55间学校来参加，而且有超过一半拢是偏远地区的学校。唔那学生囡仔感觉真新鲜，就连时代嘛感觉真欢喜。社区的时代做关注，各中学生挑战各种关卡。嘉义县为要推广全民科学教育，邀请嘉义大学、永庆高中等单位设计各种科学常识的弄馆游戏，让学生甲社区时代哪算哪学。我们去的时候发现，这些阿公阿嬷其实是非常的热情的。然后在那边去教他们做的时候啊，然后所以他们就很认真，然后每个都很想把它学好。然后因为他们也都是在地人，那对于在地的子弟应该有一定的热忱。嘉义县所在看，为阿里山到东石海边，真侪学校的资源有限。县政府透过大学的资源来推广科学教育，24乡镇55间学校轮流举办，提供偏乡的学生、老师甲社区时代做伙学。这活动给这老人来吼，比囡仔好较好，因为让他们回归他们以前没有做过的、没有看过的、没有玩过的，让他们回忆一下，就是回忆童年。这些老师学习完以后，再回到各个国中小，那所有的耗材、闯关的这些耗材，全部嘉义大学提供，所以这些国中小的老师就可以在他们自己的学校去推广这个科学的科普的教育活动。嘉义县全民科学会科学教育活动已经举办第7档，55间参加的学校嘛安排时间家己来举办。主办单位表示，第一场以伫各中甲社区时代合作方式，让科学教育各增加社区参与，嘛创造亲子共学的合适机会。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